大家好啊！我話又喺呢度又再講講尋回阿拉伯文明基石嘅一個序嘅過程。喺講呢個序咧，我哋前邊就睇到好多嘅帝國都喺阿拉伯半島嘅北邊反反复复咁樣去爭奪呢條地方。而呢笪地方咧，又孕育咗整個世界文明嘅一個好似集中步伐嘅地方。應該講喺世界其他嘅版圖裏頭啊，能夠揾到咁樣嘅地方真係唔多嘅嚇。點解喺公元嘅600年到800年左右，阿拉伯突然間興起？佢嘅興起有佢歷史因由，亦都講明一個地方就係喺阿拉伯荒涼咗咁耐，周邊咁興旺，咁多嘅左右右嘅活動發生咗，阿拉伯呢個半島你要嗌佢繼續平靜，似乎係唔再可能啦。呢個時候就爆發出一種佢醖釀咗好耐嘅文化。其實醖釀咗好耐嘅文化當中，佢同以色列人，包括係基督教、猶太教，好息息相關。其實伊斯蘭教嘅文化，佢亦都係承傳咗呢一部分嘅一種。但係佢喺呢部分個過程當中變成傳嘅過程當中，佢又產生咗自己嘅嘢出嚟。呢個就係麥凱默德嘅誕生嘅一個歷史條件，同埋佢嘅地理因素，仲有當時嘅商業環境。響阿拉伯周邊一邊，尤其係前兩次講到嘅羅馬帝國同薩珊王朝嗰種咁嘅爭鬥，封鎖咗早期喺嗰邊嘅流通、貿易流通，使到佢哋打完之後靜咗落嚟之後，佢哋嗰方面包括響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嗰度嗰種咁嘅貿易交流，轉移到去阿拉伯半島上啊！呢種咁嘅轉移，亦都為產生麥凱默德咁樣嘅人，佢同埋咁嘅思想，奠定咗佢哋嘅基礎。其實喺麥凱默德，佢喺成長嘅過程當中，一直都係參與商貿活動，跟住駝隊。早期係跟住佢自己家族嘅駝隊。呢個家族大家亦要記住，一個好有名嘅家族，叫做哈希姆。呢個哈希姆直到今時今日嘅約旦，佢仲係呢個家族喺度統治住呢笪地方。你仲有一個咧，就係響麥加，有好多個家族，其中有一個家族又係好重要嘅，就係沃瑪亞，或者有嘅翻譯叫做五麥葉。另外仲有一個係亦係喺麥德嘅一個家族嚟嘅，就係阿拔斯。呢兩個家族響麥凱默德之後嘅4個哈里發，佢哋蓬勃發展。點解響咁短嘅時間能夠橫掃整個歐非亞大陸，亦同前邊嘅羅馬帝國同薩珊王朝佢種爭鬥咗400幾年嗰種互相之間嗰種勢力，去到苟延殘喘啦。當伊斯蘭阿拉伯一興起嘅時候，一掃就好似掃落葉咁樣，全部好似我哋講嘅三國盡歸司馬懿啊！但係嗰幅版圖同阿拉伯世界所取得嗰個版圖
差得好遠。好啦，今日就略略介紹尋回阿拉伯文基石嘅一個片段當中，發揮一下少少嘅一個聯想。多謝各位。